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新闻报道，原林4丛树仔互人偷死。另外，这阵仔新闻，大家烦恼讲，咸金仔粉内底有苏丹红色素，这是有毒的，会损长咱的健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读读第8条，读读这是读文音。古早字典解说讲，毒本地意思就是厉害物件。若咱现代较接用着意思，是讲会危害咱身体健康的物质，或者是讲会害人有败害物件。像咱讲毒气、毒药，若是下毒来害人，咱讲是放毒。有害物件走入去到咱的体内，影响咱身体机能甲健康，严重的死亡，咱讲是中毒。若是形容一个人心肝有够歹，心肝真残，咱讲是心肝真毒，或者是讲这个人真恶毒。若恶毒的手段，咱讲毒手毒行。另外，古早嘛用毒来形容，毋是光明的害人手段，像讲会甲人毒着。若这个病音，咱台语嘛常常读会着，这个读做偷，讨偷第7条，意思就是讲用药仔来害动物，咱讲是偷死偷糖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苦毒，也就是讲用加残忍的手段来对待人，嘛当讲是凌虐虐待。第2个词读做弄毒，嘛是形容一个人的心肝有够残，有的人嘛会讲是中毒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出连续剧播甲歹人的心肝真弄毒，女主角互人苦毒，观众对咧唔甘，收视率煞愈悬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毒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